收睇 LCCF TV。呢個節目係為咗解釋要進行嘅安裝程序而製作嘅。如果你需要更換窗戶、車身面板或者對入門口做維修調整，喺利靚 link 上邊。同好多現有嘅車身設計唔同 ，Lynx 用咗直接上膠玻璃，即係話窗戶係用黏合劑嘅實踐車身結構上邊。同一種技術都用咗車身面板上面，要做任何維修就要用唔同嘅技術去處理。我哋首先去睇下點樣拆卸同更換窗戶。首先你要拆咗窗戶正上方嘅車頂面板。喺拆面板之前，要先拆走防震膠條，跟住要拆走每條支柱底部嘅兩個蓋帽，然後鬆開每條支柱頂部同底部嘅10毫米螺帽。佢支柱就可以拎出嚟。之後要拆走側面板佢收邊條，呢啲係用嘅釘固定嘅。拆走防震膠條。同埋拆走面板底部嘅收邊條，佢側面板就可以拆出嚟。轉走廢水導軌上面嘅梯釘。然後拆走導軌，再拆走窗戶同下方儲物格之間嘅膠邊收邊條。下一步就係切開固定窗戶嘅膠水。要切開膠水，最有效嘅方法就係用一把有震動刀片嘅切割器。切割刀片上面有個滾輪，可以限制刀片伸出嘅長度，避免損壞周圍嘅密封膠同玻璃。作為參考，垂直密封膠用22毫米伸出嘅刀片，橫向就用19毫米。要裝刀片，先拆開夾緊螺絲，將佢好嘅刀片放喺指定位置，再嚟緊夾緊螺帽。呢部切割機有變速控制，啱啱放入膠珠嘅時候，應該用低速設定，等到穩定咗之後，可以根據需要調高速度。只要定期保養同埋磨利刀片，用切割機嘅時候唔需要用太大力。記住，使用呢個工具時候建議戴上護目鏡。而家去到車外邊，窗之間嘅膠條都要拆出嚟，因為佢哋都係用膠水攞住嘅。切割機要沿住兩邊切落去，佢就可以將膠條拆出嚟。通常拆膠條嘅時候會整爛，所以要準備好新嘅膠條台換。拆走窗同鳥斗單元之間嘅密封膠，同樣都要用切割機去切開飾條後面嘅膠水。
去到呢個步驟，要喺車外面托住塊玻璃，然後再用切割機沿住窗邊切多次，徹底鬆開塊玻璃。當車身側邊嘅飾條拆咗之後，可以見到切割機嘅刀尖已經穿過咗膠水。完成之後，就可以將塊玻璃由車身抬出嚟。換新玻璃之前，要先準備好窗框，要用專用嘅刀片，小心喺用切割機修剪窗框上嘅膠水，令到表面平滑。如果可以嘅話，盡量留返一層薄薄嘅膠水喺上邊。之後用呢種專用清潔劑清潔膠水位置，但你要記住，即刻抹乾淨。如果有湯位嘅膠水，就要用呢種專為油漆表面設計嘅底漆處理。用底漆之前，要確保樽入邊嘅成分已經徹底攪勻。如果唔跟住呢個程序做，膠水就喺唔實嘅窗框上面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相關嘅步驟。準備玻璃嘅時候，如果你要換舊玻璃，都要小心啲修剪舊膠水，但要留意唔好刮花或者整壞玻璃上面嘅遮蔽帶。完成之後，要清潔膠水位置。同樣，如果有湯位嘅膠水，就一定要用專用底漆處理。呢支係專用玻璃底漆，唔同於用嘅窗框嗰隻。如果用新玻璃底漆，就要搽晒成個膠水混合範圍。只要等玻璃同窗框底漆乾咗最少15分鐘，就可以開始喺窗框上面搽膠水。用嘅膠水係 Betasio。搽喺窗框上面嘅膠條應該有10毫米厚，而且要搽成三角形。可以咁做，咁樣剪開膠嘴，將膠嘴斜斜地剪開，剪到有個10毫米嘅窿，之後再剪一個10毫米長嘅 V 型，就好似佢。膠水可以用手動槍體擦，不過如果用電動機械就會方便好多，而且可以搽到膠條厚度更加平均。膠嘴應該斜斜咁貼住窗框，好似佢一邊 V 型邊緣貼住框邊，咁樣搽膠嘅時候就有個指引。要記住，膠水20分鐘之後就會開始凝固，所以做呢個步驟一定要快，唔好拖延。將玻璃裝入呢個廢膠邊，再將玻璃牽入去，用力將玻璃壓入去，確保同膠水有接觸。之後輕輕將玻璃拉返出嚟，令到膠條大約有5毫米厚。如果唔做呢個步驟，玻璃可能會貼住窗框，到時用耐啲就會出現問題。最後要檢查玻璃同兩邊原有窗戶嘅對齊情況，有需要就調整一下。睇佢落去，量度同剪好，要換咗收邊膠條長度。呢啲膠條都係用更好嘅密封膠距實，所以喺玻璃上面要喺膠嘅位置都要做返同樣嘅清潔同玻璃底漆處理。塑膠收邊條都要用油漆、底漆清潔同埋上底。如果喺膠條兩邊中間位搽上大約3毫米厚嘅膠水，就已經夠啲得實。
安裝咗車身時，要避免膠水超出收邊條嚟到玻璃上面。要留意膠水鞏固化時間會因應天氣情況而有所唔同，完全固定玻璃可能要等足12個鐘，所以建議等大約3個鐘先裝返收邊條，佢就唔會搞亂到啱啱裝好嘅玻璃。完成之後，記得裝返入邊嘅內飾件。如果你要拆走側窗 （Hopper Window），就一定要先拆主玻璃，因為窗框形狀嘅關係，有專用刀可以用嚟割開膠水。而家講下前擋風玻璃。如果要拆前擋風玻璃，你要知道佢係裝喺玻璃嘅圍框架入邊嘅，所以用割刀嘅時候，記住要向住玻璃嗰邊落力，否則割刀有機會整花玻璃嘅圍框。換玻璃嘅時候，如果需要，玻璃纖維表面要先上底漆，而且因為塊玻璃係懸空裝上去，底部要墊高先得。要用嘅固定玻璃，等膠水乾嘅之前都唔會移位。而家我哋一齊睇下點樣拆除損壞咗嘅側板同埋安裝新板嘅步驟。側板嘅兩邊同底邊都冇咗 Bostik 膠水，頂邊就只係卡喺廢水導軌入邊，所以拆側板要由下向上拆。要拆到側板底邊，首先要拆咗下裙邊。下裙邊係用3粒上螺絲固定住嘅，同埋底部仲有3粒螺絲。為咗保護周圍板件嘅油漆，可以喺邊位貼上膠紙。將呢3個支架慢慢壓落去，視乎底邊膠水條嘅位置，有時為咗方便用刀，可以要將邊位向上撬一撬。呢把刀雞滾輪，因為冇任何阻礙，可以令刀片切入得最深。當底邊完全鬆開之後，可以分段將塊板向上撕起。兩邊都鬆開之後，就可以將塊板從廢水導軌位度拆出嚟。拆咗塊板之後，要檢查頂部導軌同車身支架上面嘅防震膠條有啲完整。如果有需要，就要換返新嘅。呢個就係用嚟頂部導軌嘅物料，而呢個呢，就係用喺車身支架上面嘅。面板框架上原有嘅膠水要用專用刀再修剪返乾淨。面板同框架上面要喺膠水嘅位置，一定要用 Gen Clean 清潔乾淨。面板用嘅膠水係 Bostik 2639，要喺框架上面除咗頂部導軌，打一條10毫米闊嘅膠珠。面板要先卡入頂部廢水導軌，再用力壓實睇住膠水，最後對齊返現有嘅其他面板。膠水要等6至8個鐘先至會乾固，之後架車先可以再投入服務。喺節目嘅下一部分，我哋會講解出入口門嘅操作同埋調校方法。
呢啲門係用氣壓操作，並且有3組控制裝置：司機控制掣、門頂有緊急控制掣，最後仲有一個喺車外嘅緊急開門掣。喺呢塊蓋板下邊有一個結合咗空氣過濾器同空氣調壓器嘅裝置，可以調校到俾門提供每平方吋75磅氣壓。鬆開呢個螺絲，然後順時針或者逆時針旋轉旋鈕，即可增加或者減少壓力。呢度係泄壓閥，佢為門控系統提供氣動邏輯。維護期間可以通過按下過濾器底部嘅呢個按鈕，排出空氣供應中可能存在嘅任何水分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嚟調整一下車門。門、支撐臂同埋立柱係一個整體。不過門嘅高度可以喺下柱支撐板度調整。作為起點，門喺下邊緣應該喺立柱上調整，令到離台階大約有70毫米嘅間隙。下一步就係要將門嘅開口位調整到方正。同時，我哋需要確保門嘅立柱邊緣離門口大約有36毫米嘅距離。可以透過鬆開門頂呢2粒螺母嚟做呢個調整。同埋門底都有2粒內六角螺絲可以調整。下一步要檢查門同車身係咪垂直嘅，進行檢查。如果唔係，就要鬆開頂部滾輪導軌嘅固定螺絲，喺長形孔位度移動，直到調整好為止。其餘啲門呢，都應該用同樣方法調整。完成之後，要檢查中央門封條嘅接觸情況。如果有縫隙或者膠邊被壓得太實，就要喺橫向調整度將每扇門移動相同嘅距離，直到膠邊啱啱接觸到為止。門嘅執行器可以調整行程同埋運作速度。視乎門係開定係埋，速度就取決於空氣入氣缸嘅速度。同時要平衡空氣排出嘅速度。翻去講下活塞另一邊嘅排氣閥。所以如果你想調整門嘅速度，首先要將2粒調節螺絲都攞到最入。然後再將每粒螺絲鬆開相同嘅幅度，直到達到合適嘅速度為止。咁樣做就可以同時調整開門同埋閂門嘅速度。你會發現，當執行器接近行程尾段時，佢會慢落嚟，令到門最後一段有緩衝。無論係關門定開門都係咁。呢個功能已經內置咗喺氣缸入邊。如果發現有一邊嘅緩衝，可能係因為操作桿嘅行程調整時唔係正中間。例如，如果閂門嘅緩衝，就要將桿加長；如果開門嘅時候有問題，就要將桿縮短。如果調整完都冇反應，就係氣缸本身有問題。總結一下，喺呢個培訓影片入邊，從安全角度嚟講，使用黏合劑同清潔劑時，一定要跟足生產商嘅指示。
處理玻璃或者用切割工具嘅時候，一定要着齊所需嘅保護衣物同安全眼鏡。我哋相信呢個節目入邊嘅資訊對你進行呢啲維修同調整時會有幫助。この番組は、一鍵三連、弾幕、コメント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